台湾呐。 母语就是妈妈讲的话，咱会当用母语和妈妈讲话，会当讲了上亲切。像咱的囡仔，囡仔会当和妈妈讲母语，会当讲到上亲切的生命内底的想法，然后会使做上好的沟通。我想迄是全世界完全无法度反对的代志，所以这是正平常的代志，伫台湾耍正辛苦。 所以咱大家应该继续思考，为什么会辛苦？第一次记忆还是台湾米，我喊嘛叫你我的喊叫做埋我个字，讲完阿里阿杂的 A B C D E，自己嘅法无办法。